春天嘅艾草就要變住花樣嚟食。今日整咗份漸變色嘅艾草椰汁馬蹄千層糕，呢個配比蒸出嚟，甜度適中，Q 彈爽口，漸變嘅艾草翠綠，非常之有春天嘅氣息。家庭版詳細做法同配比分享俾你哋，中意嘅姊妹們收藏起身慢慢睇啦。呢度係50克新鮮去咗滾嘅艾葉，煲到水滾之後，俾入1細匙羹嘅小蘇打啦。呢個係保持顏色翠綠嘅關鍵。擺入啲艾葉落去飛一飛水，大概都係10零秒到嘅啫。撈起身之後即時過凍水，反覆多揸洗幾次，去咗啲苦澀同埋臭車味，捻翻乾啲水分。擺入破壁機度啦，俾多1細匙羹到嘅小蘇打落去固色，加入4杯嘅清水。調果梳模式重複打佢2次，打成細膩嘅艾草泥之後過一過篩。準備2個一次性嘅杯，想要整得好食，馬蹄粉認住呢個周星牌，先將佢1開2咁分成2份。先嚟調艾草漿層，1杯馬蹄粉加2杯頭先過濾好嘅艾草汁，攪勻勻之後過一過篩，擺埋一邊備用。煲到倒入剩翻嘅2杯艾草汁，大半杯嘅白砂糖，我呢度大概係80克，糖多啲少啲都冇所謂，可以根據自己嘅口感去增減。煮溶煮滾啲糖之後關火，滗1殼頭先開好嘅馬蹄粉漿落嚟，快速攪拌。呢度一個細節需要注意，開好嘅馬蹄粉漿稍微放佢一陣，佢會分層嘅，所以每一次滗漿之前，我哋都要先攪勻勻之後再滗漿。如果你溝完漿之後仲係水漏漏咁樣呢，熟漿就未整好。呢個時候開最細朵火，一邊快速攪拌一邊加熱，開始有啲阻力啦就關火，攪勻勻到咁樣絲滑嘅酸奶狀，熟漿先係成功㗎。唔使等，直接倒入頭先用艾草開好嘅馬蹄粉漿裏邊，一邊倒一邊攪拌，攪勻勻之後，艾草漿層就準備好啦。跟住到滗漿部分，用剩翻嘅1杯馬蹄粉加2杯純牛奶、2杯椰漿、50克到嘅煉奶。冇煉奶嘅話，你就用白砂糖嚟代替咯。因為滗漿裏邊椰漿同埋煉奶啲濃稠度已經夠㗎啦，所以可以唔需要溝3熟漿，直接將佢哋攪勻勻之後過一過篩就得啦。咁樣艾草漿層同椰漿層都準備好啦。水滾上鑊，今日我哋係蒸漸變色嘅，咁第一層就直接倒白色嘅椰漿層落去，跟住落嚟每蒸一層之前都滗半殼艾草綠漿落嚟滗漿呢邊攪勻勻，呢個就係調漸變色嘅過程。我呢個厚度每一層大概蒸2到3分鐘，一層一層咁樣溝漿過嚟，佢就慢慢會由白色變成漸變嘅綠色㗎啦。呢個方法非常之簡單，你只要確保每一次溝過嚟嘅綠漿份量係一樣嘅，咁蒸出嚟嘅每一層顏色就會漸變得非常之均勻㗎啦。最尾一層蒸多佢5分鐘，完全攤凍之後，輕輕撳一撳個邊位就可以輕鬆脫模㗎啦。改刀切成自己鍾意嘅大細，咁樣整出嚟嘅艾草椰汁漸變千層糕，唔單止有濃郁嘅艾草椰汁清香，仲有清新翠綠超高嘅顏值，甜度適中得嚟又 Q 彈爽口喎，真係好正㗎。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。評論區等你嚟交功課。